Hello， 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请大家恬静心来准备来做今仔日的礼拜。这是请咱大家来念今仔日要念的圣诗，新圣诗84首，新圣诗84首，大家都欢喜，学乐来念诗，请老师。来，大家都欢喜，我乐来吟诗，春夏的情如主的情行日，天顶一段人群，好变我的主。这是这地作为降临教为义，大家都欢喜，学乐来吟诗，春夏的情如主的情。第一集过来一遍啊，用欢喜的心来吟。大家都欢喜，学乐来吟诗，春夏的情如主的情行日，天顶一段人群，好变我的主。这是这地作为降临教为义，大家都欢喜，学乐来吟诗，春夏的情如主的情白诗。咱来吟第二首的诗歌，第二首的诗歌，大家比较较无熟哈。第42首，请来耶稣，愿所仰望。咱来，请来耶稣，愿所仰望。叫做面的叫做有，咱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保守，来逃跑受咱的同胞，就因错的叫，伊会听乎阮的靠心。为明白人生无过来一遍第一站，请来耶稣愿所仰望，叫做面的叫做有，咱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保守，来逃跑受咱的同胞，叫因错。你会听乎阮的靠心，为明白人生无第二站啊，第二站，请来耶稣你做路步，予世界创造，好万国拢的是我命，天下归算真道。叫你他们变的将来，你先高个这把情，都给一切人类悲伤，家兄着你着的些。咱第二节歌词来做阵读一遍第
段，感觉歌词无介好念吼。第二节，请来耶稣，你做奴仆，互世界得新创造，互万国拢得新活命，正邪恶归顺真道。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胜国必君目前，除去一切人类悲伤，惊吓中望得胜。第二段的歌词较无解释啦，这首诗歌只有两段，好啦，来尾变的诗，尾变诗是386首，386首。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别叫相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自命流传地高万世。来一遍。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别叫相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自命流传地高万世。以上。这是将时间来到敬拜赞美。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足歌吼。也毋过，咱嘛是爱用快乐的心来敬拜俄罗咱的主。甲咱彼岸兄弟讲，咱要欢喜来敬拜主。咱要欢喜来敬拜主。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疫情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我们只要全心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
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拍手就大大的拍手。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不管我们在怎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都要相信神，他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只要我们相信主的慈爱，就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相信主的祝福，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主的应许，就永不落空。是的，我们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主的应许，再高的山峰也能挪移。只要顺服，向前迈步，在深的海洋也能分开震撼的。耶和华的膀臂从未缩短，在上帝心里有难成的事，仰望他的荣光，不知羞愧，等候他必然万物赞美，虽未看见，仍然相信，因主的慈爱永不更改。虽不明白，仍要顺服，因主已掌权，他是全能的主宰。耶和华的膀臂从未缩短，在上帝心里有难成的事，仰望他的荣光，不知羞愧，等候他必然万物赞美。耶和华的膀臂
到主的影作同看过，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做球，哪有奇妙的怜悯点滴，来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的手伊会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囝儿，献命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阻碍，亲像樱桃就糖也就散，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看干。出来看咱的手。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牵着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做球，哪有奇妙的怜悯点滴，来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上帝，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的手伊会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囝儿，献命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阻碍，亲像樱桃就糖也就散，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看干。伊是耶和华上帝。也侪人举手，举起咱的手，咱来对上帝讲：主，你是我的上帝。是上帝，你的手要到万世代。你的手感谢你，要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囝儿，献命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阻碍，亲像樱桃就糖也就散，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看干。看阮的手，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看干。有主看阮的手。有主牵阮的手，一生无看干。兄弟姊妹，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新的一年，阮要过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虽然伫这新的一年，武汉肺炎依然还搁咧流行，世界嘛充满不安。也毋过，阮相信，只要阮牵着主，
主，你就要用你的圣手来引带阮，互阮众兄弟拢有对主来的平安甲稳定。虽然有时阮嘛会软弱甲失志，嘛会拄着恶担当的事，也毋过主你有应允阮，阮的日子怎样，阮的气力就怎样。主，你是耶和华上帝，有怜悯甲疼痛，有稳定甲平安。你是守约，阁有主爱的上帝。我靠你，阮就袂惊吓；我靠你，阮就要全然得胜。伫这新的一年，阮要阁甲主来立约。阮每一个兄弟都要成做主你的器具，来互主采用，荣耀主你的圣名。嘛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成做芳芳的祭，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感谢学乐主，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过一摆，咱将咱的掌声归乎咱的上帝。请坐，请坐。耶和华你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我的公义要显明。人若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犯着，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许人有福气。刘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来吟诗学乐咱的主。新圣诗第84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新圣诗84首，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
情路，主的情行哩，天庭之大灵君，这是地的作为，降临叫位，大家都欢喜，何落来饮食，顺声的情路，主的情比心。天白行哩，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代表的福的。咱主早就入世，天理的祖家。应要到万世，天白行哩，大大有福气。好山啊，好山啊，代表的福的，大家来迎接。阿罗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代表的福的，天顶宝座威严，应光归天边，地面和平稳定，不等高万世。大家来迎接，阿罗主上帝，好山啊，好山啊，代表的福的，请坐。这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请主耶稣，阮感谢你拣选阮，阮拢是罪人，阮还搁咧学习信仰的功课。过去一年已经过去，一年来阮做过无好的，求主赦免；阮做过好的，阮继续来荣耀主。有你的同在，阮就毋忙。主啊，试炼不断出现伫阮的身边。阮软弱，毋知要安怎做才好。求主赐予阮智慧甲勇气，求主赐圣灵甲阮三甲同在。阮宣告，主的祝福必定要临到阮的教会，因为主你是公义信实上帝，上帝必定看顾你的羊群。主，阮感谢你留保会替阮赎罪，感谢你差派圣神伫阮的心中，互阮有分别善恶的恩赐。有时，阮伫圣经内面超找到人生的答案；有时，主你透过阮眼前所发生的事来向阮启示。阮知阮伫世间的使命是要传福音、抢救灵魂、做主的妻用、做主的奴仆。但是过程中，阮拄着一件搁一件的试探，一站搁一站的艰难。主啊，阮知12家路真歹行，阮只有恳求主，互阮用主的眼光来看世间的艰难，求主互阮勇敢去面对试炼甲挑战，互阮刚强。当阮面对无法度选择艰难的时，求主你赐予阮智慧，开阔阮的境界。愿主时时甲阮三甲同在，帮助阮。主，你是行神业奇事的，你无所不能。阮需要主你的保守，求主差派天军天使保守阮教会，保守阮牧师，也保守阮众兄弟姊妹。
阮甲阮教会所有一切，阮要全然交托伫全能爸上帝手里，求主你来引带阮，行得胜的人生，也来兴旺阮教会。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尊基督，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接着，咱来启应文第24诗篇100篇，伫咱的圣诗后壁面。启应文24诗篇100篇，显着我来启，兄弟来应。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殿院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以上，接着咱圣歌队要来为咱献诗。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
感谢圣歌队为咱献诗，愿上帝祝福因。接着，咱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罗马人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显着，我来读兄这来看。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佮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毋若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毋望，也毋望无至高见效，因为上帝听对所享受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一上。接着，咱要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请起立。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咱主任牧师、国成牧师要为咱讨办的信息是：对神得到毋望，对神得到毋望。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主日结束了，咱有做伙伫泸州的餐厅做伙三甲。咱的同工一年来，咱有服侍侍奉的同工做伙伫遐三甲邻舍三甲互相来祝贺新年快乐。而且更较重要的是，咱爱三甲分享牧师起头讲咱会当一年来会感谢甲分享当然嘛有兄弟会起来分享有真好会交陪的时间嘛有的人真客气用唱歌来分享用唱歌来分享，唱到一半，个人用跳舞来分享。最后咱有跳迄个江天敞开就是咱旧年圣诞报佳音的舞蹈这是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好像我们服侍的压力好像也蛮大的不晓得是来教会的压力太大，还是生活的压力太大愿主想互咱。咱每一年有安尼的机会无一定逐个教会拢有安尼例啦总是咱教会有安尼例来实施嘛，趁这个机会每一个会当做伙三甲熟悉因为我牧师感觉着讲，咱有当时这个坏的关系的连结好像似乎不是我想象的啦可能。圣歌队有圣歌队安尼是讲主日学咱的青年、青少年等等咱的团契，总是咱若有法度拍破这个关系会当个建立是讲你会当跳出来你这个范围甲其他的同工有好的交陪，安尼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前几工寒流来这个冷气团来。咱的上帝嘛真好咱的山安尼撒一点糖霜，哇！山顶安尼客满塞车
所以伫即个咱的所在吼，安尼落雪是真旱啦吼。所以咱求主帮助吼，因为即个寒流嘛有100几个人安尼吼来过身去，特别是猝死吼，猝死忽然间吼就无心跳。其中有一个是16岁吼，16岁少年家吼，所以即摆这少年人的身体吼，也是安怎吼？安尼更加注意吼，更加注意吼。当然，这是消防局的统计。咱新北市有14件吼，有14件吼。所以上帝撒一寡糖霜伫咱的韩之岛的这山顶哇，吼，阳明山也落雪吼，大屯山也下雪吼。咱上帝施恩，互咱同心做为三甲来祈祷。特别主，你引出帮助阮，诚做阮会帮助甲瓦靠，互阮学习吼来军队里，嘛学习伫服侍的顶面，伫侍奉的内容来提升阮家己，互阮甲你的关系、甲人的关系会当日日进步。主，你引出阮，施恩互阮，互阮接着今仔日罗马书第5章所记载保罗先生以所写了的勉励来扶持帮助阮。主，阮感谢俄罗你，献上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来求，阿门。伫篮球场顶面真认真咧拍球的美国籍台湾裔台湾裔的篮球好手林书豪，有经过统计啦全亚洲会当伫 NBA 拍球的人几十个若定包括有大陆中国以及日本以及韩国，咱台湾本土的球员还佫毋捌伫 NBA 即个篮球，即个篮球职业的篮球伫遐发光啦，还没有。但是伫美国的职业棒球，咱有人伫遐发光求上帝帮助咱林书豪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伊要拍球进前伊嘛会编一下圣经，献一下圣经，读一下圣经安尼帮助伊。当伊面临拍球生涯的困境的时，伊互球队甲伊释出，就是无签约所以伊靠着圣经帮助伊行出性命的价条。伊的信仰是对伊的妈妈，来伊的爸爸较信主。迄年甲林爸爸翕相这不是合成的这不是合成的所以无法度请到林书豪本尊佫法度安尼甲林爸爸林志明先生做伙翕相，因为因是伫报道伊差不多伫国中离开啦，全家搬去台北所以伫国小的时代拢伫即个中华报道迄个所在成长。迄年因倒来，借即个机会去探视因爸爸的梦就是林书豪的阿公所以咱看到林书豪上届引用的圣经的罗马书5章30到50啦。所以咱今日是对第1节读到第5节，讲第3节讲患难中嘛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会生出吞忍生出忍耐患难生忍耐忍耐吞忍生出老练，老练会生出仰望，仰望就袂直到见效。这是上帝赏赐予咱的圣神，将上帝的听灌压伫咱的心内，灌压伫咱的心内。伊嘛捌伫电视台好消息好消息的电视台讲到这真情部落格伫遐分享这段的圣经，来帮助甲伊有相款造物，以及甲有类似造物的人。因为咱每一个人，你拢会经历到人生的高峰，嘛有可能伫人生的低潮，人生的高峰，或者是人生的低潮。一直拍球的生涯拄到低潮的时，读圣经，找到上帝予伊的这个答案。保罗先生一生为主做工，伊传福音受真侪苦。伫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到
27节，又写着讲，伊互犹太人拍5摆，每一摆40减1个，即39个。因耶稣用拍40个啦，所以3摆受拐仔拍，1摆受石头钉，3摆拄着船破，一日一暝伫这深海。了后第26节佫有讲着讲安怎？伊有拄着出远门烈路，以及江河、插马、本族、外邦城内旷野、海面各兄弟，佮受落落，佮艰苦，豆豆无困，腰佮喙焦。豆豆无食，寒，佮烫腹体，像安尼天气，你穿无烧会安怎？因为过身的100几个，有几个是解药，伊伫毋知要去面对我方发现的事，已经是伫即个社区也是公园的公共厕所的内面。咱看到保罗先生拄着安尼的艰苦，但是伊有愿阁要传福音，有愿阁要为主做工。若是你，若是我，你若拄着安尼艰苦咧，我无爱去教会啊。所以有时咱爱对保罗先生所受的苦来反省咱的信仰，以及咱甲上帝的关系，以及咱甲教会的关系。保罗先生伫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佮讲着安那，拄起遮的事，还佫有一项，就是上帝互伊的调命。咧缀伊咧压我，就是安那替正教会来看咯。所以保罗先生伊去到每一个所在，建立教会。当然迄时阵有人已经有听过福音，伊甲伊建立起来，甲伊组织起来。迄当时的教会未像咱即摆有一个建筑物，有一个土地叫做路州长老教会，毋是安那伫家庭，上面信主就是去伊的家庭。叫做家庭的教会所以咱也亲像保罗安尼，但是保罗为着教会，伊无顾着家己，伊家己都顾袂着啊。但是伊愿为着要顾教会，这就是保罗先生。所以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拢是保罗所写。保罗对生命的改变、甲反转。伊对所信的耶稣的基督镇压所有伊拄着的挑战，这就是一个有信仰、甲有愿望的一个生命。毋是讲信耶稣你就一帆风顺，你要信耶稣我就一帆风顺你就金榜题名你就家财万贯你就赚真侪钱，你的事业就辉煌腾达。如果若是安尼，咱今日教会拢坐满满，坐到外口去。总是上帝赐福甲人的价值观是无共。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安那，咱伫困境的中间来得到力量，伫困境的中间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扶持。这就是咧，甲咱讲一件真好的观念，就是人咧光神明，总是基督教是上帝咧光咱。每一个人，上帝咧光你甲我，有人传来，人讲这个小弟弟要弄脚开骗着人的，骗着人的迄个讲伊也要信基督所以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咱看着讲人咧光叫到底生命有法度家己落来行路无？生命有法度来行路，伊应该每一年伊有法度为大家行到新港去。开始人甲伊讲，佮为着要抢即阵常常伫中华迄个所在逐个顶头伫车饼每一个庙拢需要伊来沾个光啦。有去迄间庙，无去迄间庙，迄间庙就要甲伊抢过这就是伫遐发生一寡的冲突所以讲，咱是伫人生的低潮困境是上好帮助扶持的经文。多好时间，今仔日所读到这个罗马书第5章的第1节到第5节，所以咱唔通讲伫困境的中间，你失去财产，你失去你的存款，失去朋友亲人，但是这唔是互你永远徛袂起来的理由，因为人若失去愿望啦，这才是重要。伊若失去愿望，就表示你的人生
已经绝望了。所以望才是你失去这个拢无要紧，这有可能去重新上帝互你。所以约伯的故事甲咱讲啥？这个拢无去，上帝重新赐互伊，是伊对上帝还阁有信心，有望。迄个绝望，你若无迄个望，就表示你已经是绝望。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明白，抓掉咱人生的望有啥物？就是无日头的忧愁。一丛花放伫室内放久安尼垂头丧气，可能这环境都无适合伊，这环境互伊遭受安尼，伊就忧愁烦恼，就亲像无互主望的光甲伊照共款。真侪地步拢是安尼，伊渐渐歇冷去，就垂头丧气。忧愁嘛是互咱的内心黑暗，夺去咱的望。忧愁那亲像无看见日头会落雨一样，咱的心袂顺咧流目屎，咧落雨，所以咱的生命就会变做负面，变做负面。我拄过一件代志，就是讲我整理好的相片我真侪年来整理好的相片，我为着要接一通电话，迄个印碟砰落去，我叽，我抢救袂转来，我10几年相片拢无去我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因为我是做爱翕相啦，后来变做袂爱翕相，变做嘛是做爱翕啦，总是就是无想要整理即摆手机嘛拢甲等去 FB， 也是等去对安尼后来有2届迄电脑拢无资料，拢无资料拢无备份所以你若有资料，你爱备份这有人甲我讲，我拢无去想着，哇，一个这个印碟歹去，规个拢无去所以讲，这种忧虑就是咱对做有代志的事，你心内的烦恼所以《传道书》2章23节嘛，甲咱讲，因为伊一生忧虑。伊的劳碌诚做苦痛，连眠时也无法度安息，这也是空虚，连眠时也无法度安息。圣经已经甲咱讲着讲，为什么即马安眠药，美国安眠药是销售第一所以足侪人因为压力、生活等等工作，甚至学业、事业有压力，连眠时嘛困袂去。因为一生有忧虑，才会劳碌，才会苦痛。忧愁就是忧虑啦，就是烦恼。所以人有忧愁，有当时你咧笑的事，其实内面可能是忧愁，可能是咧流目屎。有人你感觉咧欢喜喜，但是你的心内有忧虑，有忧愁。所以人的心中无法度讲你无忧愁的目屎，你无可能。总是咱若有忧愁，生命会哪来哪负面。你若无行出去，你检查会失去迄个望。愿上帝阳光正做咱生命的日头，甲生命的动力。所以讲罗马书5章20讲，我靠伊对信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望上帝的阳光来安怎欢欢喜喜对信对你的信心对你的信仰来所带出这个恩典，望上帝的阳光，互你有欢欢喜喜。第二，咱看到咱有时咱的陷入啦也是讲落入去这个人生的低潮就是挫折，你有挫折有的人你莫看伊伫台面上安尼，其实人生有真侪挫折，我嘛有挫折啦所以讲挫折就是讲，咱拄到上帝的这个机会，患难就等于是患难甲苦难无一定是共款。患难是讲你有搁较侪灾难，这患难就是灾厄啦、人祸啦、人的灾厄啦、天灾啦、地变啦，也是到尾变做一种折磨难啦，折磨的灾难啦。亲像有人咱进前花莲的地震，也是台南的地震。这就当讲是患难，你用叫出来，我亲人无去厝倒去，我负债等等，这就是患难所以人会拄着这极大的痛苦，总是人若感觉挫折，你会放弃人生，
无法度面对生活吼。咱的教会历史有一个人叫做巴哈吼，巴哈真出名吼，巴哈1685年到1750年吼。巴哈哇，遮出名，但是你若听着伊个故事，你会感觉讲，这个人，上帝嘛无一定伫伊个心情，互伊足顺利的。伊10岁的时阵，爸母就过身，然后结婚13年，结婚13年无某啊，然后伊佫有佫娶啦吼，佫生一个囡仔，但即个囡仔吼，就是讲有一寡智能无够遐吼，所以活到老的时，目睭看无啥看不清楚啦吼，视障，后来跟闹出血，伊的下半身吼瘫痪吼，所以性命吼做有着无法度有切的代志，但每一个人嘛拢会做有着你无法度有切的代志，总是巴哈就是安尼创作吼，一直创作，用伊的曲来感动人的心，用伊的作品即种遐尼雄壮吼庄严。来带出感谢、娱乐、甲敬拜，伊遮个歌安那永垂不朽，伊遮个作品荣耀上帝。即位伫性命挫折悲惨的音乐家，伊甲望放伫上帝的心上，伊一生用伊的才调来创作，来荣耀上帝。所以，互伊赢过性命所拄着的遮个挫折，伊是路德宗的路德宗即个虔诚的信徒。伫教会音乐历史顶面，遮尔优秀的作曲家，伊有一寡的作品伫最后一页拢写着独独为着要荣耀上帝，独独为着上帝即个荣耀，所以伊写遐尼济曲，最后独独来荣耀上帝。所以有安尼的信徒，诚做咱真好的帮助。伊伫个痛苦，总是伊为着荣耀上帝来活来创造。伊将这个望放伫上帝心中，上帝嘛赏赐互伊有这个灵感，有这个才调，有这个聪明吼。所以有时咱伫那痛苦的中间，对圣神来信仰的体会会那深，会那互人感动。第三，伫黑暗伫变黑转暗的怨恨，咱用着患难忍耐生老年的人生。伫咧平地你开车吼，感觉拢无啥物货。你开10几年，开20年，就安尼开吼。你技术做好诶，咱新北市咧开车技术拢做好诶，因为不是出去玩，边仔有倒摆佫有人吼我若出去拢爱很小心都足惊共弄着吼。你真老练，总是你要去山顶，要看一场雪尔，做步咧高仔地，你伫平地做老练，你去到山顶就无一定啊。有人传咧相片讲装铁链嘛开袂行，其实迄四轮传动诶，迄警察车四轮传动，咱有行过，伊也无装铁链，我看见警车行到足顺诶。你没有四轮传动就比较吃亏一点所以足侪车拢跋落高，再去弄着去烧弄因为足骨诶足骨诶所以咱看到遮个人咱看到你会老练，检测你去到山顶，就无一定会真老练所以咱的性命，咱的心中检测有遮个乌云有遮个云雾甲咱炸掉诶。其中一项就是你若有怨恨，怨恨就是你压掉你欲望真可怕的这种力量。怨恨也是讲仇恨这仇恨伫咱的心中的封印，互咱会失去理性。这是伫约翰一书2章11节讲独独安怎？独独人若怨恨伊的兄弟，伊是踮伫暗，佮行伫暗。也毋知所去的，因为即个暗，互伊的目睭痴迷，所以怨恨互人的目睭痴迷。真侪社会新闻，人因为即个怨恨一时的生气，为着要出一口气发生性命的悲剧，连开一个车，向按喇叭安尼骂安尼起冤家啦
啊，你车吼，你也无好，吼啊嘛会安尼心安尼吼，真硬吼，就产生悲剧。所以咱的怨恨会互咱失袂伫黑暗的中间，那像你行迷宫啦吼，你行袂出去。所以咱来放在心中任何的怨恨，吼，互咱的性命有经历即个患难，用个忍耐来生出老年帮助咱。所以咱咧即摆开车吼，当时开车吼，停红灯，头前拢无要开，也毋知咧创啥。现在都不敢按喇叭，哦，就等伊向用精彩起来，开啊，做伙开啦吼。无你除非你遐饲甲讲，饲甲互伊安尼吼，感觉讲吼，无甲伊吵着，无互伊惊着，吼，你发遮大声、遮大力咧吼，伊就可能落来吼，举一支啥物货吼，举一支巴达，还是举一支迄锁匙吼，就真麻烦啦吼。所以讲现代人就是安尼吼。禁不住任何一寡诶，迄个，就会产生怨恨，会产生生气为着要出一口气，就互咱后一个就可能发生悲剧所以咱看到有影片迄掠车掠就掠来掠去，搁一台车就并去也是连环车祸安尼所以当怨恨进入人的心中，咱就毋知要为倒去，就互咱的目睭痴迷。所以当咱做别人时，咱心中敢无反话，敢无埋怨？有，咱可能有埋怨，咱可能有抗议上帝，但是安尼的情绪会充满，无一定是荣光上帝，无一定是好的代志保罗伊性命丰盛咱看到伊真侪写真侪即个书信，总是伊受着苦甲灾难。嘛真多拄牧师有分享，遮尔多的危险，总是拢无打消伊军队耶稣的即个决心。所以伊伫哥林多后书1章的第80到第90讲第80到第90讲因伫亚细亚所拄着的患难，我毋爱恁毋知是受地真忝到长袂起，连我也无仰望。阮家己心内暗算要死，总是安那，互阮无挖靠家己，挖靠互死搁活的上帝，互这人死搁活的上帝。伫美国东海岸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港口，规庄头的这查甫人拢是去讨海掠鱼的，爸爸讨海，囝嘛讨海。所以有一天，因遮个查甫人拢去出海去掠鱼。你掠鱼掠，哇！忽然间天气起了变化，海面起大风涌、乌云、夜早，夜早天顶哇！这海洋阁真大，所以船伫遮咧行真困难。煞应该爱转来时阵无转来，这富人人安怎？规庄头的富人人就伫个海边，就伫个港口边，伫遐等，一直等无的时阵，伊嘛知影讲风有风涌，天气变歹。因希望因的翁婿甲因的囡仔会当平安倒转来，因就伫遐等无。后来因就做伙三角伫遐祈祷，主啊，求上帝你帮助，因阮心内惊吓艰苦。为什么阮的先生到即仔还袂转来？因就伫遐呼叫上帝，主啊，你帮助阮，主啊，你来救阮，救阮的翁婿，救阮的囝会当紧转来。记得到一半时，庄头毋知安怎做倒火起来啦！倒火起来，迄风安尼吹，我愈倒愈大，我规个庄头拢烧起来，哇！我因搁伫遐讲，主啊，到底是安怎？翁婿囡仔无转来，规个庄头搁倒火，无翁无囝。阁无厝，要安怎？那会发生这种代志呢？雪上加霜的事情，跟有偏逢连夜雨的代志，那会发生伫阮的心中。主啊，遮煞来生活要安怎？因着遮富人人伫遐毋知要安怎的事，规暝伫遐喊话，伫遐无助，伫遐无赖，迄叫做靠赖上帝。主啊，要安怎？忽然间伫海面的顶面，有几只船慢慢转来，
后来靠岸，后来入港，后来落船。啊，迄阮翁啦，啊，迄阮的囝吼，大家紧装落哦，大家互相揽的，伫遐流目屎讲啊，你们终于回来了，你们终于回来，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我们等到现在，阮等到今啊。啊，这个查甫人讲，哦，感谢上帝哦，是上帝应允阮的祈祷啦。因为阮伫海面拄着暴风雨，暗暝蒙，毋知影方向，毋知要行往东也要往西，啊，就伫遐吼，浮的沉的，浮的沉的，啊，毋知要安怎。啊，方向忽然间看到，有一个方向遐有火咧倒，那亲像火条一样啦。迄火安尼冲去到天顶安尼，云安尼吼，啊，佮有烟安尼冲去。那亲像云条，阁有火条，啊，我讲啊，迄个所在应该是地面上吼，应该是陆地啦，陆地，所以就哇油门吹咧，哇往迄个方向去吼，所以则渔船拢转来。伊讲真感谢上帝，原来这妇人人的祈祷，就是那一把火。上帝毋知影，互迄把火安尼规个砖头倒起来，有云条。啊，阁有火条，互因无伫海顶面阁漂流。对这个讨鱼的人来讲，大火那亲像因一个望的灯塔的指引因，后来因就靠岸。所以有当时啊，上帝的安排真奇妙。吼，有当时啊，你的祈祷可能造成另外一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检测毋知是要救着什么人，嘛无一定。吼，求主帮助咱吼，各位兄弟姊妹，咱人生的心内有一个仰望的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刷开咱人生所拄着这个风雨、这个风雾。检测是你的忧愁，检测是这个挫折，检测是这所拄着的患难。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才会伫咱生命所拄着的。如果甲你的甲保罗来做一个放伫个这天平来称看看谁比较大吼，咱要阁不如保罗先生所拄着的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刚才你拄着忧愁、忧闷，刚才你拄着患难。你拄着这个挫折，吼，求主帮助咱。刚才你的心有万分人，有万分什么种的人，拢爱甲伊刷掉，吼，互咱的人生有一个仰望的灯塔来帮助咱，互咱的人生无直到你沉落去。愿主赏互咱对神来得到这个仰望，咱当心来祈祷。主因带帮助阮。伫保罗一生所拄着的事，为着耶稣基督的付出，遭受遮尔多的患难，甚至最后行顺道的路，被官府掠去罗马来受审判。主啊，帮助阮，阮伫今仔日这个时代，阮何等的福分，因为阮诚做民主、诚做自由的社会。有真侪过去的禁忌、过去的迷信，渐渐来拍破。互阮传福音会哪来哪好传？互阮知影，阮爱去掉信仰，就是阮爱借着仰望帮助阮对信心、对信仰来得到活的仰望。求主帮助阮，检查阮的人生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有烦恼、忧愁、艰苦。检测是身体的病痛，求主帮助阮，互阮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得到向前的仰望。阮献上祈祷、感恩，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下面的愿上帝话语，成做咱生命中
中的亮光。这点咱来唱回应诗、神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阮所毋忘，请起立吟全首。请来耶稣，阮所毋忘，求主民得到自由。赞阮脱离一切别，请你不受，来个救咱的同胞，救援出黑暗地。你的温好的天的心，袂明白人生无定。请来耶稣，你做路步，予世界伫存走起路，予万国拢贴着我名，承受归身真热，求你开革命的将来，你成国别阮我志，拄起一切人类平庸，夜夜中梦之心，请坐。煞接咱来奉献，咱请即献的同工来施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根据罗马书第5章第5节，咱伫咱的周报头前面，咱台语咱来念2摆。来，也无递到见下，因为上帝的疼对所想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罗马书5章第5节，搁一摆，也毋茫无递到见下，因为上帝的疼对咱所想信心来灌压咱的心。第5章第5节，今仔有新来的朋友吗？无吼，好，咱即摆来。消息的报告。第一项本会消息，年度查销。今仔日礼拜后，本会检查委员甲财务组同工将检查各单位2020年季计销甲现金存款
请相关人员务必掌测存折收检，并且配合办理。第二，联席会今仔下晡1点召开定期中执会甲团契首长联席会，邀请各单位首长甲团契辅导共同出席。会长未当参加，请派1名同工出席。各位同工请准时出席开会。第三，将月初7日，就是下主日下晡1点召开小会，小会员请备办心。第四，每礼拜三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入蒙福。第五，每礼拜四上午10点，双年读经班，欢迎双年团契甲新来慕道友踊跃参加。第六项，每礼拜四暗时8点，欢迎定期举行家庭礼拜，请少年长老来联络。第七项贵价报告，请咱大家过目。团契消息，第一项，双年团契伫今仔日台语堂结束后10点30分伫1楼举行正月份的例会，请客友踊跃出席，有备办午餐。第二点，正月24下晡2点诗歌赞美操。煞接青少年的团契，正月30日寒假郊游联谊，地点桃园海参馆华泰名品城。请客友是费用是100块，当天出席就会当退费。若毋是青少年团契的吼，就是要交300块。那交通费，这300块内面有交通费甲午餐自理哦。那么我以为有啦，有午餐。报名请请客李义信少客林佳音报名到正月17截止。当天上午8点伫三民高中捷运站1号口集合。那咱具体相通，请咱伫咧每工灵修祈祷的时阵，为这个事件，咱来为因祝福祈祷。那中会教界消息，正月12日，牧师甲李长老要前往艋舺教会参加台北中会第70届第1次议会。以上，煞接咱来就是尾变诗，咱唱完了的时阵，咱请咱牧师来祝祷圣诗第386首，圣诗386首，请起立。上帝白行圣事，同在地高万世。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恁；愿耶和华的面常常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赏赐恁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悲伤的地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